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8号，下一周的盘前规划。本影片纯属个人分享，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建议。如果帮助到您，欢迎按赞、订阅、分享。首先来看到加权指数的部分，上周有提到，指数一直在于这个区间内横盘的上下震荡。那在过去的部分，可以看到这边收了一个下影线的位置，那就可以在短线上留意的是，在未来在这边能不能够再出现再次测试的部分，就是值得去做留意，短线上的多单可以做个测试。那当然，停损就是在这个低点之下，或者是区间之外，不要让自己受伤太严重。那这边可以看到是再次来测试一次这个下缘之后指数的部分呢做了一个反弹，那目前到了区间的上缘，那也可以看到是这个的量能持续的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那低量能的部分呢，对于整体市场来说，市场的震荡的可能性就会变小。应该是说当下的一个量能就没有办法带动一些行情指数的增减。那目前又碰到了区间的上缘，那就要留意到的是下个礼拜，因为周五期货的部分夜盘是做了一个200多点的上涨。由于是非农指数公布之后呢，整体的市场，包含美国，也做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动荡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上涨，那一定指数是会开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位置，200多点也大概会是在500之上。那要留意到的是这个区域会不会形成一个反向的压力？那这边短线上有一个小小的缺口，大概在650到550左右，有一个短线上小小的缺口。那到下个礼拜开盘跳空开高之后呢，要留意到这边的反压，还有这个压力支撑互换区域的反压，会不会将行情、将指数做一个开高走低的动作？那这样子来说，这个位置就代表它行情压迫的蛮严重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那如果它能够持续的收在这个上缘，等到整体的行情站上去之后，那未来几天能够持续的死守在这个互换的区域之上，那对于短线上的行情来说，就是比较偏离的一个原先的震荡区域。那再来就是要挑战前面的这个高点啊，还有这个整理的一个起跌的一个位置，就可以比较偏向于去做一个多方的思考。那如果行情只出现一天的行情之后又回到了区域之内，那就要留意到是这边的一个突破失败会不会造成行情又回到这个区间的震荡下缘。再看到台指期货的部分，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指数期货的部分一样是在这边的低点震荡之后，并没有再突破一个前低的位置之后就出现了反转向上的一个走势。那这边出现的这个，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上周五夜盘的一个上涨，那就期待是未来那行情如果有机会，这边可以观察到就是刚刚提到指数的部分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附近。那在这个位置，或许未来行情出现在这边会碰到一个下压力一个方向的扭转。那也要留意到的是下个礼拜一现货的开盘会不会导致这根的 K 棒，由于指数前面有个缺口啊，还有刚好是要测试支撑压力互换区域，这一根的 K 棒会不会变成一个十字线上影线的部分，墓碑线的部分就要留意。那如果它能够站在这个上缘，那未来挑战这个区域，或许会碰到一个前面一个更短线的压力支撑互换区域的一个压力之后，行情向下来反转测试这个位置。
这个更长时段的压力支撑互换区。那如果它行情下来测试之后出现类似下影线止跌的讯号出现的话，那当然可以在短线上进行一个多单的测试。那当然停损点的位置还是要自行的拿捏跟掌握。那在这边做一个测试之后呢，也不要在这边只要出现了一点点的上涨，就急着去做一个多单的追进，因为这边还是有出现多次的一个突破，最后又跌回来的一个位置，所以要留意到这边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压，所以当然是强势上涨的过程中就不要去做一个多单的大量的进场或者是加码。那等它有行情回落的部分进行一个测试之后，确定至少有明显的一个压力支撑出现的一个感觉，再去这个位置附近找一个拐头的方向，合理的一个风控区域进行一个多单的测试。再看到金融指数的部分，金融指数呢率先行情突破了这个压力支撑互换区之上。那可以留意到的是，如果下个礼拜指数期货的部分，台指期的部分也可以出现类似突破之后呢，再一次测试，测试之后再往上走，类似这样子的走势出现在台指期货，一样是可以值得留意的。那整体来说的短线上呢，也跟台指期货一样，那这边有出现了一个上次的一个高点，然后留意到是行情会不会出现反转，那一样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测试，能够测试成功，站稳这个压力支撑互换区域之后，找一个拐点进行一个多单的测试，并且期待它能够站上这个区域之上，或者是能够再挑战前面的这个高点的位置。那就是短线上金融指数的一个部分。那如果它跌回了区域内，就要留意它能不能够快速的再拉回来区域之内，否则如果它出现了上影线在这个位置的话，当然行情就会在持续的偏弱的一个横盘震荡。指数期货的部分也是一样，如果它又再次的整理之后呢，回到了区间之下，出现了这种上影线在这个位置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出现了之后呢，当然行情就会变得是这边突破失败，那一定是有带量的突破，但是突破了失败之后呢，行情可能就会再次陷入一个盘整震荡的走势。再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期货的部分，上周有提到，在这个位置呢，持续的有跌破又拉回来的部分，所以这个短线上来说，低点的位置是值得可以去留意，去做一个期待多单的机会，等到它行情有回来的部分。那也有提到是我们不要去在这个位置急着去做一个多单的动作，因为毕竟这边也是短线上压力支撑互换的位置。那下个礼拜我们可以留意到是，目前这块的区域已经出现了3次的上影线，那这里也是过去有防守的位置，那并且被一个长黑 K 的下跌破的部分，所以呢，到这个位置才要做多单的进场，是要去留意的，留意它能不能够明确的突破，不然它没有突破的话，行情都有可能再次陷入横盘的整理。那如果等到它明确的突破，下次的一根 K 棒明确的突破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就可以期待说，因为它前面有下跌，那前面有一个前高，那我们可以期待说，如果测试之后出现了一个带量上涨的出现走势之后回来，这个位置我们去等待它回来做一个测试，在一个拐点的位置附近，出现下影线的位置附近，陷入横盘的整理的话，去找一个低点的位置，去进行一个多单的测试布局。那当然，停损的空间还是要自行评估。那至少它出现了回撤，然后明显出现跌不下去的下影线走势之后，
再去留意到后面几天的一个行情有没有出现持续的上涨或是跌不下去的走势，那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布局。那如果它跌回了这个区间之下，就要留意到是行情是否走弱，再次的回来测试这个下缘。所以于是在这边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去做多单的建立或者是追价。再看黄金的部分，上周有提到黄金在这边做一个上涨，那上个礼拜呢，黄金是做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突破上涨，并没有做一个回踩。没有回踩的话呢，可能就比较难去做到这一波的黄金上涨。那当然，我们未来还是可以持续的期待黄金如果有出现类似的走势，能不能够在这边测试成功的话呢，当然就会持续往上走。那如果测试失败，回来做一个更大区域的一个回撤之后，再去期待这样子一个走势在这个位置附近发生，做一个拐头之后，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个多单。那这边呢，就比较不建议去做多单的追加，毕竟这都是前面的一个高点的位置。那短线上黄金已经碰到了前面的一个压力区域，那要再做多单的追加就要更谨慎。当然，如果你已经有部位的在手的人，当然可以期待它持续的去上涨。那如果没有的也不用着急，它回来做测试的话，有机会再去做一个上车的动作也可以。再看到美元指数期货部分，上周有提到，在这边进行一个明显的一个低点反弹之后呢，行情并没有再来测试一个破底的动作，那就很有可能就可以形成这个，并且又接近上升趋势线，那行情就有机会在这边形成一个 W 底，这也是我们过去2、3个礼拜前就有提到的可能。那这边行情呢也没有有曾经如我们所预期的做了一个突破这个区域的部分。那当下的部分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那最后呢，期货的指数股票期货的部分是做一个上涨的一个喷出，那美元的部分则是做一个急转直下的。那当下的部分就是从这里突然跌回来这个区间的部分，那这样子就会导致美元的部分在这边又可能会陷入盘整，甚至是再次一个测前低的一个位置，那就没有办法走我们预先所设想的，形成一个 W 底之后，那回来做一个测试之后出现拐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多单。那美元强势，指数期货、股票期货就会变弱。那这样子的部分对于投资股票、投资股指期货的人，就是一个利多的消息。那美元只要持续的走弱、持续的低迷，这样对于整个股票市场来说，就会是比较乐观的一个事件。再看到比特币的部分，比特币过去一直都有提到这个区域的位置，那这个区域的下缘呢，持续的去做一个尝试，并且多次都没有办法站上这个前面的一个上影线的部分。那这边因为是6日，所以行情比较没有波动。那不过短线上呢，可以看到慢慢的筑了一个短线的小小的 W 底。那当然就要等到行情能够正式的突破这个区域之后，我们这边也有非常多的密集区域，所以呢，短线上一定会在这边挣扎一阵子。那行情随时有可能会往下或突破，那就要静等，看你是喜欢做哪一个方向。当然，你的停损点、停利点，你的停损点是务必一定要设置的。如果你在这个多空的一个互换区域，你选择了做空，那当然空单的部分就要至少你的区间之上，或者是前高之上去做一个停损的位置。那多单的话呢，这边的空间可能就比较遥远，比较远一点。所以如果行情有回来
下跌一点点回来做一个低一点的一个测试之后，前低或者是这边前低的一个测试之后，再去找一个多单的机会，那就以你那个低点去做一个防守，或者是等它行情确立的一个行情出现站回了这个区间之上之后，再去找一个多单的测试位置，也总比你在这里直接去猜一个多单上涨的机会还要来得好。那当然，在短线上来说，它其实是一个走一个上升的走势，并且它有出现非常强势的一个下影线拉回，就跟股票市场的指数一样，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上涨的行情。但是呢，又碰到了前面的密集区域，所以呢，这边可能做多单，行情就有可能会比较震荡或者是反压。那当然做空也是不一定，因为在短线上来说，这个上升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再看以太币的部分，以太币呢，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就比较强势，率先站回了这个前面的一个高点的位置以上。那也有出现了一个测试，虽然测试的位置没有来到了这个区域，就只是在前面的一个高点，最高点之后就直接拉回往上。那当然可以期待得到的是，如果它有机会再回来测试的话，当然就是一个多单的一个短线的承接机会。那现在正在这个区间之上，过去一直提到这个非常长的一个长黑 K 的部分，上缘跟下缘目前都还没有成功的去做一个向上贯穿或向下跌破的一个动作，所以未来行情如果真有机会来到这个位置，更要留意到的是行情会不会再次的反转。那目前现在在区间的之间做一个震荡，回来这个区间测试当然就是以偏多为主，除非它再次的明确的一个力量跌破这个区域，那当然我们就要及时的止损，然后再去找更好的一个开仓空单的一个位置。那谢谢大家，祝大家下周交易顺利。快要过年了，那祝大家操作可以顺利，然后赚到更多的红包钱。那谢谢大家，祝大家下周交易顺利，身体健康。